再来看国内，今仔日全台湾各地大多数拢是稳定的好天气。要毋过，这款好风力上加是到后礼拜四尔。后礼拜四开始受到东北季风变强的影响，北台湾又搁会来落雨转寒，一直到后礼拜5的时阵，这温度可能敢若剩15度。 礼拜的台北街路日头正大，中昼的高温约27度。看各地大部分拢是好天稳定的天气，最高温看上30度。啊，毋过要注意西半部日夜温差会较大，而且日开始有锋面的通过，东北季风增强，各地天气渐渐转凉。伫北部甲东北部的温度都会亲像厝楼啊共款降低，到23温度可能剩15度。 就整个低温的表现上的话，像是在中部以北，然后跟东北部的低温大概就是都在15到17度左右，然后在花东地区的话，只是在18、19度这样一个温度。那当然就是说，一直到24号之后的话，其实都是以东北季风的给影响的天气形态。这种温暖的好天气都要好好把握。敢若东半部地区甲恒春半岛可能会有一寡短暂雨。另外要注意的就是早暗期间，西半部地区较会下雾，也有低云影响到能见度。但是日开始温度就有明显的变化，北台湾会个湿湿凉凉的天气。主要就是以北台湾，然后跟 东半部地区的一个云量上来讲，都会有慢慢增多的一个状况。那并且是会有一些局部降雨的机会。就在其他地方的话，目前看起来主要是以山区可能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。那其他地方的话，则还是维持多云到晴的天气。 今日开始透偏南风，温度会较烧热，搁加透早较会大甲雾。气象署提醒民众爱注意室内会反湿的现象，会当关窗啊，较袂户外湿气入来，搁搭配除湿机，安尼室内伫个较压角的所在，壁角就较袂有反湿的现象。记者综合报道。